皇祖母，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，是不是又有什么消息了？啊？北边传来密奏，皇上遇刺了，刺客兵刃淬毒。哎，鹏鹏，鹏鹏！皇上他还活着吗？没有伤到要害，只是毒性极强。皇上现在已经昏迷了。咱们治出解药了吗？圣儿虽然中毒，可脑子还算清醒。兵器早已送回圣都，解药今早已经制出。可是要把解药送到皇上那里，至少需要10余日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把解药送过去，也不一定派得上用场。好孩子，你要坚强一些。圣儿还在等你呢。这是圣儿让我给你的信。我去。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娘娘，什么事啊？张太医。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可是送去北漠的药出了问题。什么？不是，那是什么事？皇后娘娘，这臣实在不知如何开口啊！今日皇妃娘娘在御花园晕倒，微臣为她把脉，发现她已经有2个多月的身孕了。2个多月啊！